是 Melissa。今天我刚考完一个考试，想要吃个牛排，好好放松一下。台湾各地都有这样的台式牛排店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用餐地点。台式牛排的特色就是把煎好的牛排放在热热的铁板上保温，并且附上一些面条。常见的酱料有会辣的黑胡椒酱和不辣的蘑菇酱。不吃牛的人也有鸡排、猪排、鱼排等等的选择。牛排配面条这种吃法是怎么来的呢？有人说是因为台湾人习惯吃饭要配淀粉类的东西，所以就发明出这种吃法了。这里的另一个特色就是有自助吧，也就是多了沙拉、冷盘、炸物、饮料、热炒和甜点。相信离开餐厅的时候，每个人的肚子都饱得快爆炸了。你们吃牛排的时候会搭配什么一起吃呢？留言跟我们分享吧。Before we finish today's video, let's review the vocabulary. 考完、考试、牛排、放松、各地、台式、用餐、地点、特色、煎好的、铁板、保温，并且附上一些面条，常见的酱料，会辣的黑胡椒酱，不辣的蘑菇酱，鸡排、猪排、鱼排等等。选择、搭配、吃法、习惯、淀粉类的食物、发明、另一个、自助吧、沙拉、冷盘、炸物、饮料、热炒、甜点、相信、离开、饱、快乐、爆炸、